大家好，我叫碧玲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红唇妆的视频。那为什么是红唇妆呢？首先是我想拍一个化妆视频，然后我就想到我在中国的时候的 roommate Anna，she's a wonderful roommate。她特别喜欢红色，她经常会穿红色或者涂红色的口红，所以我今天就打算画红唇妆。我今天用的产品就是能在 Nakhon Gaison 的便利店里能找到，但会有一些产品是买不到的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就往下看吧。首先来上粉底，上粉底之前记得要好好护肤。如果你皮肤不够滋润的话，擦了粉底之后就会出现卡粉的现象。我今天用的是美宝莲这款，这款其实很不错的，遮瑕力也不错，就是特别适合瑕疵比较多的我。那我们开始，要从脸中央涂到外面，这样子就不会留一大堆的粉底在外面。接下来我们来上粉，我用的是这个 Pond's， 这个 Pond's 其实控油特别厉害。我是一个大油脸，所以我喜欢就是全脸都定。如果你是干皮的话，我建议你就只定 T 须就好。接下来我们来画眉毛，我今天用的是 Zimi Vogue 的眉笔，我不知道它名字叫什么，这里写着 Charm Double Eyebrow Pencil， 外面有鸟在叫。好，我个人的画法也不是个人，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么做，就是先把眉毛刷上，然后你用那个眉笔先画眉尾，画成你想要的形状，然后再来画眉头。我现在要修鼻子，我今天用的是Sivana Colors Bronze Professional。我会用这盘最深的颜色来修鼻子。你看山根儿，它有弯度，我们要跟随着这个弯度来画。我这个人喜欢比较窄的鼻根儿，所以我会把鼻根儿画的比较小。鼻头呢，我其实喜欢比较瘦的鼻头，但是也想给它留一下那种肉嘟嘟或者圆圆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把它画比以前小一点点。看它特别深，你最后用一个 pop 来擦掉那些深深的颜色，就会变得很自然。我本来不打算画眼影，但是我感觉在视频里我脸还是有点白，所以我会画一下。我就喜欢脸比较有那种立体感，所以我会 focus 在这个地方。我没有买眼线笔，所以会用刚才这个眉笔来画那个眼线。这个步骤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，这真的很难，真的。希望它们两边长得一样。眼线部分完成了，我们来刷睫毛。
刷睫毛之前就记得 curl your lashes。睫毛膏用的是美宝莲这款The Hyper Curl Waterproof Mascara。接下来这个步骤有点危险，所以我不会在这视频示范，但是我会说一下我会怎么做。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假睫毛剪得这么小，然后我会把它贴到这里面，就是这里面。好，等会儿我回来。这睫毛就看起来很浓密，但是又看不出来是贴。但当然会有人看得出来，但是男生一般会看不出来。修容我还是会用这个 Sivana Colors Bronze Professional， 用把刷子刷上，点这个最深的颜色，一点点，我把它打在你耳朵的这个地方，就拉出一条线到这，但是不要那么长。接下来是腮红，这是我在中国的 Medizo 买的，是我用到铁皮了，你们看，这种粉色，但是有点脏哎。打腮红的时候要看感觉，我有时候就会打到这，有时候也会打到这，但今天看一下，打到这里吧，抖一下，往上。其实很多哎。高光我还是会用这个盘子，我会用这金色。还有下巴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打，你要竖着打，就会让你的下巴看起来更长，就显得你下巴就是没有那么短。好，这么多了。口红部分我用的是 For You To 的 I Heart You， 我用的色号是13 Even Boy。涂口红的方法就是你先点到这两个地方，然后点到这地方，然后就慢慢咧。我现在去换个耳环，然后戴上美瞳，然后弄个头发再回来。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，我对今天的妆容非常满意，特别是红唇部分，因为红色会让你的牙齿显得特别白，还有让女生看起来很自信、很性感。记得给我关注、点赞还有转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